日本倒球的真国手，昨暝第一届开直播来卖物件，有超过74万的人次来观看，但是身高价甲身材表10万块尔，卖了真歹。 看得到吗？是看到吗？两边是2颗珍珠，然后中间是10颗，对，24K 的黄金。含直播主同齐小介产品，嘛亲身示范要如何斗打珍珠破线。日本前倒球国手福原爱含家前江宏杰的利刃风波过了后，事业的心拐向中国发展。昨暝伊头一摆开直播做成戏，是的，对，好，然后大家都会囤，而且它这个10颗金珠它是时来运转。 主持人嘴唇一粒出小介产品的特色，讲话绘声绘水。不过边的福原爱卖事去半地跳签，敢若对产品无够熟悉，销量成绩嘛真歹。后台数据统计，福原爱直播2点钟到达，拢总成74万人次看，上侪人数比我2万行。不过真正卖出去的敢若2375件，身高价无到24000块人民票。 换算做身材票超讲10万块，消息公开了后，网友拢伫咧讨论。有网友讲，直播做生理的时间伤过晚，现在知名度含看的人数，无法度互销量变好。专家就来提出因的看法。他必须要能够去跟他的产品以及他所推荐的品牌产生互动性。对于观众来看的话，他会觉得说，你好像是真的了解这个产品，而且你也必须要能够让消费者觉得说，这个推荐呢是你自己真心的。不然的话，其实很难只靠一个所谓的明星光环或流量能够去达成所谓的 一个购买机会，因为中国直播做生理的平台，真侪人伫咧做，加上最近福原爱无好的新闻传伫咧身上，专家分析，就算带来看的人数，不过专业度也无够，生理才做不起来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